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仔日第二天，咱继续来讨论什么叫做性骚扰。那么性骚扰呢，会使讲，那么真济在生活世界内面发生。那么高山这种代志，高山受害一路爆料无收煞，一边出片敢就台湾会免疫。那么企业、政府甲机构是安怎来铺排？法律惯习甲文化，大家斗阵诚心来学习，才袂纠正过头，失业信任，社会来帮盘。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婦女心理商務幹事，那麼是職業律師曾嬌如。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陳淑倫。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第三位，台灣男性協會理事長，也是台北市性平委員會委員陳柏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在線頂的是在美國台灣律師，也是美國的職業律師 Charlotte 林。大家平安，大家好。那麼首先呢，咱來關心吼，到目前為止，這個高山的代志會使探到吼，各界各樣、各個機構、公家機構還是民間，甚至是一寡名人、牛人，攏來出現咯。這頭一個命運人士王丹被指控講有高山的代志，其中一個姓李的查甫囡仔，因為王丹無公開講回失的，所以早起呢去地檢署來控告伊，涉嫌9年前在美國對伊強制性交未遂，嘛呼籲其他受害者出面來提告。王丹嘛在面冊表示，伊已經提前返來台灣，會面對司法，未來道歉。强制性交未遂就是221。指控命运人士王丹9年前伫咧美国的饭店，强要甲伊针脚内、手内这位姓李的查甫人，因为等袂着王丹出面道歉，催切到台北地检署告王丹涉嫌强制性交未遂。目前已经有2位清大校友出面指控王丹性骚扰，清大性平会也已经启动调查程序。李姓的男子也讲，伊有收到其他受害者私底下联络，希望因会当勇敢站出来申诉。清大性平会那边的意思是说，只要你当时有被侵犯过，那你无论是否在清大的学籍，就无论你只要是有学生身份，你都可以去跟他们申诉。那这个就是我希望就是受害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他们去做一个申诉。本来无回应的王丹，最近伫 FB 讲，已经提前结束访问美国的计划，返来台湾。将会面对司法的检视，未道歉。另外，原本计划要向清大证书继续聘用，已经向清大社会所正式撤回申请。而即马米兔的风潮拖到文学圈，正大大文所的校友、社会人士江炳伦伫 FB 希望正大撤销知名的作家陈phong平的论文讲座，因为陈phong平是性骚扰的惯犯。虽然陈phong平已经自正大退休。不过，正大回应讲，将会依法进行调查。转接语音信箱。但方面早起并无对此做回应。另外，私人电视府也传讲，伫咧过去踮东华大学做客座教授时阵，有找学生来啉酒，对女学生脚内手内，受害者好本甲伊指控。不过，电视府并无对这件代志做回应。因那作家范慧珍也伫 FB 指控，不遭受资深的新闻人王建壮。伫咧大家做伙食饭时阵，甲伊性骚扰。对此，王建壮只敢伫咧伊即马做董事长的上部的新闻内面讲，伊无做评论。记者综合报道。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总统已经第2摆发了声明，讲会针对着即马目前这个情形对着社会铺排或者是社会救济法律的工作，要来继续要来做较幼稚。但是呢，咱也真好奇啦。其實這件代志在美國真正已經發生叫 Me Too 的這個事件，到底美國是安怎在法律上、在社會上安怎安排？咱先來請教線頂的這個小羅林律師吼，你甲咱講 Me Too 這個運動吼，雖然一開始是對 Hollywood 開始，
但是呢，小加整个社交媒体，真正对美国有所改变吗？其实吼，对美国的法律上一直以来伫联邦，也是讲每一个州吼，参像我即马是住伫咧加州进前 Me Too 即个 Hollywood， 迄个Harvey Weinstein， 迄个上主要的导演也是王牌制作人吼，制作人吼，伊是主要是在 New York 交加州。其实每一个州本来就有性骚扰啦吼，就是有即个法律方面一寡规定，所以嘛拢有。只是讲因为对 Me Too 出来了后，我是感觉 Me Too 其实上重要的是对社会上搁较侪人，无论是学生，还是讲在每一款的职业的工作的环境，就是讲你公司内底，还是讲你职业的环境内底，若是有拄着异个的行为，还是讲任何的搅扰吼，性骚扰，若是讲你若较广泛的去认定，其实伊是对一种你做工课的时阵有妨碍的一个行为，无一定是敢若一定讲爱有交性相关。伫美国的定义其实是交性别相关，但是 Harvey Weinstein 迄个 Me Too， 变成讲安怎讲，就是讲把即个运动插起来，是因为伊伤有名，有80个女明星吼，有诶内底是足有名诶女明星，拢出来有诶是讲伊有骚扰，有诶是骚扰，有诶是已经到性交吼，就是讲变成有强制性行为，有诶有威胁吼，就是讲你爱安怎我才会互你即个工课安尼，那亲像安尼已经进入到刑法的范围内底，所以伫这 Me Too 2017年2017年搁差一遍了后，美国的法律其实本来就有我看到的，譬如讲在加州是变搁较清楚，变搁较细节，搁较严，就是规定搁较侪。譬如讲吼，即马若是咧所有的加州的工作环境，就是讲你若开公司，还是任何的你有做工课的环境，超过5个人，你就一定照法律规定，爱每一个人在就职 on board 的时阵，你就爱进行一个性骚扰相关的一个训练。若是讲做主管的人，至少爱2点钟。教室 classroom， 伊是讲你就爱本身就爱上这个课。但是你要用video， 还是讲要用网络的这个课程你就爱有考试，还有 interactive。那主管就是至少2点钟。若是讲无是普通的职员，就是差不多1点钟。但是每2年爱 renew 一届，伊就讲变做甲定啦，甲你提醒定。每一年2年，阮就会互人提醒讲你即马搁爱去上性骚扰的相关防治。伊迄我是感觉这是气氛交文化的改变，是讲伊会甲足详细的说明，譬如讲若是长交这 Mary 进前讲是咱女朋友后来伊搁做啥物代志还是讲这个上司交这个下属，还是讲甚至是客户交这个接受的人员，每种例伊拢甲你鼓励。伊嘛甲你讲，你若是受害者，你安怎？你若是主管，你安怎处理？所以变做讲，每一个人拢会当互提醒，一而再，再而三，你互人提醒，伊就是一个安怎讲？你的文化的形成，你的 awareness，你嘛知影讲条章若是有出来，代志大条，就是变做有警示作用。所以，我是感觉讲，规个社会，规个尤其是做工课环境内底，变做讲，迄是一个大家会足注意的意识。大家讲话变做讲，你美国定定咧讲流行政治正确啦大家知影讲这讲你安尼讲安尼无政治无正确。比如讲你若是甲人笑笑人有心，笑人伤大箍，笑人讲你即个查某无够水，笑人讲你即个看起来像查某款安怎？每一种的言论，每一种的行为，变做讲大家拢有甲迄个尺度、条界限该画出来，大家就会 awareness 较悬，就较无容易讲你会当越界。我是感觉讲这是较大的改变，我家己感觉的安尼。是，上尾一个问题我紧互你问，互你去
就紧吼。嘿，他照你所讲的吼，这项 Me Too 的这个运动所产生的这个影响吼，你有讲到讲，唔那是甲这个性有关，吼，可能也甲性别有关。人口呢，啊，你也讲到讲内面的这个 case 吼，这个小 case 内面所写的吼，甲权力吼，甲职场内面的权力有关吼。这个部分，因是用什么实际例？你甲咱讲一个例就好吼，互观众朋友会当理解讲，哦，原来这就是某种程度，就是咱即马上热门的这种代志。譬如讲吼，我若是摕台湾的来举例吼，就是讲你在职场内底，你是用性别工作平等法，啊，你若是在学校，你是有一寡性别什么教育法，性别教育平等法。你无共款的法律内底，伊拢是咧讲性别，但是在美国其实伊个几个法律的体系是较悬的，伊是对所谓 employment， 伊就讲伊要有 fair employment， 对所谓做工课的人，宪法拢规定你有权利，无因为你的种族吼，啊你的性别，你的性别，啊你的宗教。啊，你的就是每一项，你袂当因为这有任何的歧视，然后互人差别对待，就是因为这个法律的体系较悬，但是伊咧性骚扰内底，伊迄性骚扰是讲交 sex 有关，交 sex 其实是指性别，不是交 sexual， 不是交性行为，还是交性有关系，所以这种是两种吼。啊，若是举一个例，就是讲，譬如讲我头仔讲，这是这台湾常常会想到的啦。譬如讲，在美国，除非是讲你这个工课有啥物足特别的情形，你袂当规定讲一定爱有用这个性别作为 hiring 的这个安怎讲条件，你袂当讲哦，我一定爱是查某我才请你，还是讲譬如讲伊规定讲，譬如你若是讲写者哦爱160分以上吼，爱生甲什么面容端正啥，这都是拢袂出现。这是较基本的，在入职进前，你若是一个公司要请人，但是公司甲公司之间吼，你就是讲普通的做工课的环境内底，若是讲譬如讲你的上司还是你的头家吼，定下讲我其实我今仔日要带这个 Helen 出去，因为吼伊较带出去伊较水啦吼，还是讲我要带水姑娘我带伊去带伊交人客食饭，安尼就是袂使啊，就是譬如讲你其实你家学了嘛是袂使，就变做讲你其实就是有差别对待，你对别人讲你讲无啦，伊迄吼女性吼男性嘛是哦，你讲这个男性伊无够 man 吼，还是讲你感觉讲伊伤安怎，就是你若是因为性别吼你譬如讲啦，我举一个例是较，毋是讲特别咧讲就一个 case 啦。但是我即马我有看到新闻上，有一个 case， 伊讲吼，有一个所谓的加害者，伊的抗辩是讲，你写安尼款，吼，我哪有可能对你性骚扰？光是这句话本身就是性骚扰。我知影我意思，就是讲你咧甲人讲这，因为人是性别你来讨论别人的样貌因为这个性别又对伊有一款无适当的言论、言辞、行为对待、差别待遇，安尼拢是算作骚扰。当然你讲同性恋嘛是若是讲你讲有心嘛是若是Asian race， 你的皮肤的颜色，这拢是，所以周围这款拢构成宪法所保障的，就是工作平等权，所以你袂当在这个做一场的场合，就是这个时间，还是讲这个做工课的环境，你袂当讲任何的差别待遇，还是讲歧视的行为，歧视呀。是，所以咱知影吼，其实吼，咱今仔日在讨论的，唔那是甲性有关、性别有关，乃至到不平等吼身体权，咱每一个人的身体权，尤其外观的平等的问题，感谢律师，感谢。那么接下来呢，要请教郑律师他林律师也讲到，在美国伊的这个想法，唔那是干那对性别
出发，伊是对着，因为伊是都种族的国家，吼，所以伊真侪物件，伊是对讲我每一个人的人生的这个自由，我的主宰权在哪里？咱即马在社会，我知影讲，譬如讲，阮问阮的少年朋友，阮的团队内面，伊有上过，但是上得真粗浅，吼，啊无认捌。咱这你会当甲咱讲咧身体权哦，因为我所知吼，譬如讲有一个判例讲，共摸鱼虾啊，结果因为法官认为讲这毋是因事部位，所以无罪。啊，这是安怎想？是我头先听美国律师安尼讲啦，其实有淡薄仔感慨啦吼。其实咱台湾的法律并无较落后，并无较落后。咱的法律嘛是讲是性加性别，吼。咱共款嘛对咱的身体权有规定，吼。啊，毋过咱的文化甲观念甲意识并无对跟无对调，无对调吼。所以台湾你会发现啊吼，咱法律嘛有，当然美国的法律头先听起来，我感觉做轻松的，就是讲伊较精致，伊较精济吼。譬如讲，伊的主管爱去强制去上课，这件代志真好，因为我发现真济案件，做侪行为人就是欠提醒。你若每2年甲提醒一届讲，这是犯法的，我相信咱会当减少足侪案件的啦吼。啊，我感觉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咱的法律其实是有。啊，毋过就是咱的申诉的案件足少的，迄问题就是讲足侪申诉案件足少的，因为足侪被害人，伊去想讲我要申诉，对啊，最近我看即个案例拢是10年、10年案件呢，大部分拢会放弃，伊去想讲我要安怎甲公司内部提申诉，吼啊，对方是一个地位比我更较悬，伊可能就是头家，伊可能是头家的亲情，伊可能是头家的爱情，吼啊，我去提出申诉，大家安怎看我？吼，咱台湾有一个文化叫做检讨被害人，就是讲会感觉讲是这个被害人啊，吼，比如讲我较早捌拄过一件案件，迄个女孩子出来申诉，吼啊，公司就甲讲，哈，你也毋是阮内底生甲上水的，那可能是你去用骹来手来，嘛是有安尼。这是啥物概念？啊嘛就讲啊，你逐工拢穿个去管大下安尼打来打去啊，无怪啊吼，恁咧阮头家吼真爱就是甲你摸安尼，吼。台湾有一个问题，咱叫做检讨被害人嘛，所以我头先讲。我感觉这一定毋是法律的问题，当然法律咱嘛是有无完整爱去修改的部分。咱规个文化一个、规个观念、规个意识，如果停留一个最浓厚的观念，就是讲去检讨被害人，这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是，这我来问吼，因为即摆申诉案件，我看了这图表吼，小伦你看吼，卫福部公布讲，2022年啦，性骚扰的事件吼。有高刷的事件2086件，讲吼比2017年吼加了2.9倍啦，讲安尼有进步啦。但是劳动部啦，讲有20万人会受雇的劳工遭受到这个高刷，敢若有1/5提出申诉呢。这个1/5。要安怎来破解呢？是讲啊，大家都紧哦，紧来啊，话啊，用放送讲大家紧来，安尼较无路用，啊，就要必须要做什么改变？劳动部这个调查，伊是用迄个问卷去问，吼，劳工的部分甲头家人的部分问，啊，问出来迄个问卷了后，伊才甲伊换算，吼，原来总的所有劳动人口的这个比例安尼算，所以伊讲可能有20万，啊，但是。真侪人有回答嘛，吼，不管是讲身体、言语的，吼，或者是吼，甚至讲啊，骹来手来嘛好，啊，迄个甲你偷窥嘛好，迄个样态是有够多，吼。啊，我一年烫天吼，我上这性别平等课，我相信曾律师嘛共款，哈，可能佩伟嘛共款。一年烫天上这课吼，可能我爱上10届至20届，上届吼，迄工会拢甲我讲，我是安怎，我一定逐年啦，甲种讲这个懵的代志、真的代志，还是烂的代志，敢真正遐尔啊定发生？但是有当时啊，真正拄在厝将迄个曾律师讲的吼，因为有当时啊，张佩伟嘛讲着讲，人的互动本身吼，你无意识的中间，可能对方伊无感觉到，伊感觉不舒服啊。啊，但是到这个申诉人，或者是讲这个吼，这个当事人吼，伊有这勇气直接甲伊讲，我不舒服。咱的文化内底较无迄个讲，我直接甲你拒绝。好，啊，咱来暗示、迂回、闪躲，啊，但是对这个啊，咱讲加害人较直接啦，吼，咱有当时咱讲被申诉人，伊可能是讲，我甲你揽是甲你安慰，我甲你按摩是要互你放松，吼，我带你去谈心是为了吼要甲你开迄个解破，吼，
我暗时带你去食饭，是为着互你疏解压力。反正所有即卖比申诉人，伊拢认为讲我无迄个意图。无意图是毋是就等于毋是性骚扰？当然毋是，因为申诉人本身伊就感觉不舒服啊。但是申诉人爱先讲出来，讲有即条线我画咧遮，歹势到遮我袂使啊，你唔好过来啊！即部分咱来鼓励申诉人讲，你爱讲出来。环境发生的迄个当时爱勇敢讲出来。你当迄个时阵唔敢讲，经代志发生了后，你甲你的朋友、甲你的主管、甲你的同事，甚至你厝里的人，你也紧甲第二个人讲，莫互人，因为当时咱讲这无证据嘛，但是这性骚扰的这证据的调查无像讲爱去法院讲，你一定啥有间接证据嘛是证据啦，所以你爱若对着这代志的时阵，你爱紧甲人讲，上好会当表达，当然。比申诉人，这文化，大家无了解嘛，所以咱就要一直不断的来提醒，讲，请大家注意，即马现代社会对于讲咱的身体的这界线已经无共啊。咱对于讲什么是合理的，你免讲我是长辈，我是先辈，所以我即马安尼做是 OK 的。阮较早安尼会使，即马是安那拢袂使。恁即马少年人是玻璃心，恁即马少年人是毋是安那拢袂卡字晓，卡袂卡就要甲人讲性骚扰，安尼阮拢袂做代志，安拢袂相处。其实是安那，因为你这个互动内底，你若无负信，你就无法度讲落去。过来，要互这劳工来申诉的时阵，因为那伫咧民间企业内底，当然30人以上的这个公司是属单位，伊爱。做迄个做性骚扰防治系爱有你爱先有一个公告，有一个准则，你这公告爱打哦，真正爱打你看一个网络顶头，也是凊彩你要打茶水间公布栏，反正你爱打，你爱互人找有。阮定接到申诉就讲，看若要去申诉时，才讲迄公告是打喺倒打喺便所不管就公司就寄出来讲有啊，全公司拢无人看过。好，是安那迄个物件重要，因为物件顶头爱写讲，当你发生代志时，你爱敲电话邮箱。什么人是处理代志的人？即界面你哪有代志出现了后，就讲，即马你才创一个 email 讲，这 email 是专线，你就干那写，我有专人来甲你看。但是问题真侪，劳工伊伫个公司内底发生这代志时，伊唔知要找啥，因为迄个公告的重要性就是讲，阮公司第一个宣誓，阮零容忍；第二有代志爱找谁，第三阮有委员会嘛，这问题是真侪劳工嘛唔知影，阮公司内底有委员会。委员会内底是啥物人？委员会这个人内底，我会信任还是袂信任？凡说这委员会内底，就是阮的人资主管，佮阮的迄个华务，佮阮的迄个风控，佮我的甚至我的迄个直属上司长官，爱就袂信任。对公司的调查，成讲爱有外部有委员来参加。其实我建议公司，我颠倒应该安尼讲，公司应该请外口的人来调查，因为曾律师就知影。要做这个性骚扰的调查是非常需要专业的。就袂了手啦，嘛唔知要安怎。其实是唔知要安怎调查。我捌介拄一个同事人来甲我讲，伊讲我感觉公司甲我调查的这调查本身，就是甲我搁一介撇害。是种高刷。我是安那，你会感觉讲受到伤害？伊讲，迄个人资甲我问讲，迄个这代志即马到安尼你拍算要安怎？迄个人资嘛毋是歹意呢，伊想讲，对啊，我就是安尼甲你讲，即马来到遮来你希望安怎？你会当较接受嘛？当事人感觉讲，即句话是安那，意思讲，我要甲迄人安怎？你要来和你要甲这个代志用做是我，是我要对迄个人，你甲我个人化，等等，调查你讲，调查真侪技巧啊，你袂使，比如讲袂使对质啊，话头讲，我来叫来，看当时。相片摕出来，录音摕出来，这专业的真系种专业。调查本身就足困难的，你要安怎伫个当事人会当信任，会当迄个互伊畅所欲言的这个空间，会当互伊讲出来，而且尾后你要做出判断，这是足不容易的代志。所以，若每一个公司你若较有规模的你的委员会内底，我非常建议你要请，比如讲像护理薪资内底有真侪专业的律师，等等有处理过性骚扰这个经验的人，而且是像咱市府内底这个性平委员。伊本身有这经验来参加这调查，才有法度互劳工会当感觉讲，这个上无还佫有一个外口的人，若无投票嘛输呢，我捌
真侪届拄着申诉人来讲是因为委员会用投票，投票就投，免啊投就投输啊，成交了这代志其实嘛袂使投票的啦，吼，是后用投票的。有咧，有咧，譬如恁的这个成评委员会用投票的吗？我是迄个政策的，我唔是去调查。唔是去调查。对，但是这就是一个问题啦，就是比如讲咱对各个工作场合，这伊的内规按怎处理，其实嘛爱做一个全面的审视。对。但是吼，我头早综合来想，有一个概念就是讲，因为这几日吼，我坦白讲，有一寡即马去用当做加害者的是我的朋友，吼，打电话来要靠要提啊，伊感觉足无辜的啦。伊讲哦，我吼五雷轰顶。我若讲白贼咯，我随着出门就叫车弄死。伊甲我讲的10项内面吼，敢若一项有对安尼。我就无意图，我完全对伊无意图。但是我听起来整个我听落来，我是感觉伊毋是对性这项代志，伊会否认讲我对伊有性的意图。但是伊不得不承认，伊对伊有肢体、身体上的接触。伊必须来承认，所以我的想法是，我弹出来和大家来讨论，就是讲，是毋是咱在这个物件当中爱加一个讲身体权，身体权的这个侵害，或一寡，譬如讲，像阮这种50-60岁以上的这个老查甫啦，老男性，较有通觉醒讲啊，即马少年人对身体权的这个概念无共款。毋是动不动就来用性，因为伊也跳起来，伊也叫要自杀，伊也叫要食药啊，要创啥？当时27伊讲我规气吼，我手扣扣伊嘛真奇怪。这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会当问，就是讲伊甲我爆料了后，伊也无叫我安怎？我是要去倒去申诉？我来找伊，人就讲我甲2度伤害，我要甲谁讲？我即摆会当适合，我来开记者会吗？我会当安尼吗？伊嘛变做伊唔敢。这第2步，我先请教各位。你讲这身体权啊？我即摆我其实有收到，我头拄听即个美国的即个经验，加州啦吼，伊讲公司一定要规定，伊比如伊个主管每2档爱上2点钟。你知影无？比如讲伫咱的校园，搁咱的政府机关内底，所有的这主管啊。职员嘛是拢爱上即个性别平等的教育，但是呢，因内底我也去上过足侪届啊吼，因的承办人员拢会甲我讲，你会当用较活泼的方式来教无因拢会讲无逐档拢讲无聊的，足无聊，拢讲共款的内容，我想逐档拢爱来上共款的物件，所以我即摆毋知影讲，比如美国因的课程到底是安怎？是不是真正对这个主管甲这个职员，真正和因真正有真正的迄个性别平等的意识？这是我第一个要讲出来。但是我感觉美国这个做法是对的啦，就是你不断的提醒公司内底这个主管个这各个职员，爱互因知讲，咱伫今嘛这个性别平等的时代吼，爱尊重别人的身体权。尊重别人的工作权，你袂当因为你的职位比人较悬，你袂当因为你是男性，你就感觉你会当去对别人做啥物代志。我感觉这个是重要的。他早听起来，这个林律师是安尼讲，即第一，因为有一寡小 case，即实际这个 case， 各种权力关系的这个 case，对客户。对同事的、对顶司的、对下司的，某种情形来配套。比如讲，我甲你本来是有意爱，结果阮两个即马 broke up，但是你也是我的顶司，我是你的下司，所以阮的权力关系，我应不应该逐工继续甲你买早顿？是，甲你泡咖啡，是毋是会使安尼？还是讲我顺续送你转去？即我所知，因为我查的资料是，人因的这个 case 是较接近这种素养，就是实际这个生活的例，甲你讲，你这安尼袂使，
你若要安尼，你要取得人的同意，人若甲你拒绝了后，你就唔通个人提醒，个安全。但是我相信，咱台湾较无，还阁无到这个地步吧？可能啊，因为咱即马去用规定的，规定的讲免咧上什么内容的，大部分足侪人是其实咧上法律的部分。是。讲法律安怎规定啊？总讲你也接到即个性别平等的事件，你要怎处理？你通报啊？你学校内底人要怎处理？其实咧加济。啊，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讲，伊其实是甲即个物件变成讲，你有问题的时阵啊，你安怎处理，而不是真正咧处理讲，咱平常安怎卖发生问题？是，这就是重点。这就是蔡总统讲有3项指示嘛，头一项伊讲要参考其他的国家来定一个所做性骚扰样态指引。样态就讲那安尼是也这是毋是？安尼是也是毋是？可能咱一般的头家人需要的，也是讲咱一般的劳工需要的是这款的，就是你甲我讲安尼有可能是，安尼我就会知影爱注意。吼，拄则讲上课嘛，我个另外一个较深的感受是安尼，有的公司真正每一年拢足认真办这课程，但是来上课拢人资。就共迄批人，嘿，会去人逍遥的遐主管拢无来，长官拢无来上课，吼所以有当时伊嘛甲咱暗示呢，讲你课程内底会当带入什么吼，因为阮内底即马有这个上述的 case，迄个主管坐咧下骹，你甲带一下，哇，你甲处理得，你讲叫我带一下，吼，定了有这种代志哦，长定了有，吼，所以即届民进党虽然伊头前发生这个代志是无正确的，吼，但是尾啊，赖清德主席讲一句讲。阮民进党爱上课，而且我党主席本人所有的主管拢爱来上课。伊这动作本身就是，我感觉这是一个正确示范，就是讲性别平等的课程，还是性骚扰防治的课程，拜托，毋是卖定共迄批人一直咧上，拢是处理问题遐人资来上，迄人资袂样，拢实际上加害人、被性骚人拢毋是因，爱互你要安怎互这个意识，拄啊主持人讲的身体权，还是讲什么是迄个界限？这爱透过真侪案例，包括法院判决等等，互所有人会当伫生活当中了解。是，你讲到法院判决，我请教郑律师哦。你所经手的这个案件当中吼，有这个真模棱两可这也人遐也袂当这敢若是，佮敢若毋是，到上后尾佮较争议的案件，会当讲咱理解，因为我看这图表顶头，敢若甲你讲。诉要啦，要告诉师长啦，爱甲长辈讲啦，爱你手机爱甲这相片截图了落来啦，记得报警啦，爱检举对方啦，这讲敢若讲的，咱拢嘛知。但是要安怎阻止发生，或者是卖去对人发生，咱来看尤其面对性骚扰，社会如何建立优先环境。这嘛是原则性的呢，这原则性，但是有看敢若无看啦。我坦白讲，不要质疑对方无就责到底，不要质疑对方的清查，不要质疑对方当下的态度与对方的关系，不要质疑，这是咱面对讲这个发生，咱唔通搁甲二处来记实。但是要安怎来阻止发生，甚至家己唔同意发生，有敢有这种例当来甲你来分享是，我头前咱有讲到这高刷的意图啦，我想甲各位讲一件代，就是咱的上高的行政法院一定有一个最明确的见解去讲，性骚扰的案件意图并无重要，你行为人的意图啊，那喺伫你的心内底嘛，咱看的是啥物？咱看的是被害人的感受。基于你的意图是，安，那是行为，看伊的感受。是，你有意图，还是无意图？你终究就是造成别人的伤害啊！所以你袂当来甲我讲，无啊，我无意图啊，我是无小心的，我毋是故意的。我之前伫有一间公司去调查嘛，迄个公司就是因的主管会甲下骹的秘书会甲揽，会甲舌头，蒙面，甲伊就讲，无啊，我这个人足热情的，我感觉伊。代志做了真好，我国外留学倒来，我就甲吓过安尼，是要甲鼓励一下安尼，毋过这个案件我就甲公司，公司内底的人嘛，毋知要安怎调查嘛，因就讲，安尼敢真正有算，伊看起嘛毋是故意的呀，是好意啊，安尼尔，甲鼓励事实安尼，我就甲内底讲，恁观察一个重点，
董事长徛伫伊边仔的时阵，若是恁公司摕到大订单的时阵，伊敢有去揽董事长，甲董事长讲哦 ，good job， 做了真好。伊所有揽过的人，拢是地位比伊搁较低的。这关系比较低，这就是重点。哦。伊可能家己伊并无意思，伊感觉讲我刚若对我的秘书是好意，我想要甲揽。不过你造成别人足害怕的，足惊的。而且我头先讲啊，你去观察迄权力的关系，董事长也是总经理，伊绝对唔捌去甲揽过。有影咧吼。嘿，啊有人讲我啉酒醉啊，我断片啊，我啥物拢想袂开啊。啊，不过伊东倒西歪，永远拢会倒伫伊的女秘书的大腿上，伊绝对袂去经伊的经理，也是讲去经董事长的大腿甲倒落去。敢若指南针呢？嘿，这就是问题。所以讲我断片，我毋是故意的，因为我拢啉酒醉啊，哈，我一日啊东倒西歪，我就倒伫伊的身躯头顶。毋过去用迄个去用倒的人，通常是公司就是地位较低的，就是安尼。问题就伫遮。哦，所以说咱对这个 case 就知影讲，这内面还佫有权力关系。绝对有，咱的倾销就是权力机会来的时阵，这两个牵派做伙的时阵，定定就是伫这个状况来发生啊。哦，所以除了权力，还佫有性别。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讲，咱是安那头家苏伦嘛讲吼，会建议公司啦调查爱找外部委员，你看问题的方式就知影，这个委员到底有性别的意思无？你到底是去问被害人讲，啊，你甲讲 no 无？你有甲拒绝无？吼，啊，你有为迄个房间的迄窗仔门跳落去无？吼，你哪无为车跳落去？你无跳车。吼，啊是你应该去问咱的行为人讲，车门伊敢有同意你甲摸？车门伊敢有同意？吼，你甲揽？你看安那问题，你就知影讲，这个问题到是有专业无？你会造成别人的二度伤害无？是，譬如我会理解，譬如讲，我昨日也是前几工，我接到一寡老朋友卡来啊，伊有咧讲伊家己冤枉啊安怎？咱不管是做一个朋友也好，譬如讲我要取一个专家的意见，我应该安怎甲讲呢？我其实感觉是安尼啦吼，伊爱先面对家己曾经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好，第一个，你也有承认你对别人造成的伤害，你先道歉。第二个，你爱甲人对你的讲你做过什么代志，你会当做一个较清楚的澄清。哦，你即摆看到吼，即摆去人言上的遐，拢是讲歹势，我互你困了，但是我安怎，你迄个但是写到模模糊糊迄种的迄吼，迄会继续去人做干交。但是所以你，比如讲人也来问你讲啊，我即摆要安怎？我感觉第一个，你也真正知影，你也面对你真正互人造成别人的困扰。我讲啊，无你安尼好无？你这人咧写10项，啊你10项你写起来，我写好啊，你来摇起来，你若有做，你就摇起来，安尼敢对？安尼对啊，是啊，应该安尼做啊，应该安尼做。真残酷啊吼！但是无办法啦。啊，另外我感觉这物件其实就是真现实，就是讲，因为过去人唔敢对你讲你卖做，还是讲过去伫伊迄个工作还是社交的场合，无可能无甲讲出来。所以主动的，所以被害者伊迄个心内所受的迄个伤害，会愈来愈痛苦，愈来愈痛苦。哦，啊，总讲啊，伫咧当初时，这件代志会当及时的制止的话，其实问题袂遐大啦。你当事人，你讲蒙，你讲用着，啊，你知影你做唔对，你随讲道歉，我感觉这代志较好处理。其实是安尼，所以我会当甲问讲，啊，无你着这10项你着写啊，你有啊，你着爱共回信的。啊，但是像我头仔讲的啊，迄个加害者吼，指控的对象，变做毋是伊是主讲的，变做是伊的顶司无甲接掉，无甲接起来，伊咧指控伊咧。啊，所以伊讲啊，我即摆是我出来找伊，还是讲我要安怎，还是我去法院甲你安怎？伊都即摆规人三无掌。唔知要安怎用，顶时要甲接起来吼，你就是回事咧，啊接受啦调查，啊你个公司若真正还未调查，你嘛自我去甲伊讲，我愿意接受调查，请公司开始调查。无我讲，无你就发一个声明讲拜托的，你民警来甲我调查，开始调查，吼，你拜托你甲我调查，我随时来欢迎你来甲我调查，是，安尼如此而已嘛。但是你心情唔对啊，
唔对，保温了承认啦。前提是你要认唔对，对。如果我造成别人的伤害，不管是任何理由，我造成别人伤害，啊，我有意识到。其实我有看最近迄个香港迄个短传媒，伊有对即个曾碧文迄个事件做一个真好的声明。伊意思讲，当初时因公司无这规定，所以因对遐个代志无意识，无不敏感，所以因对即个代志因道歉。啊，因为即个代志了后，因就开始伊承诺因会做啥物代志。我感觉这才是真正的道歉啦，就是讲我唔是讲道歉，啊，佮后壁佮一寡理由，是我道歉，而且我会甲你讲，我刷来阮这个组织，我这个公司，还是我这个个人，我愿意安怎做来改善这个环境。我感觉这要安怎改进吼？是。小伦，我要请教吼，其实咱我看了真济吼，强环结构，强环结构唔那是男性哦。嘛有女性哦，这女性会安尼想，免安怎来破解呢？因为实在上吼，我感觉有真济时代，因的头壳是安尼想的，查某囡仔你都无应该哦，爱安怎安尼，因嘛安尼想，我讲部分啦吼，啊，这当然是世代的问题，但是咱面对即摆少年囡仔吼。身体意识也较强，但是，这到底要安怎来理解讲这个强化的结构咧？就是拄则讲的重点是宽恕，因为不管我任何性别，不管我是生理男还是生理女，我即马徛到公司较悬的位置啊，我就是权力较大的人。啊，有人来甲我申诉，我会甲伊讲，你是毋是想伤多？还是你是毋是家己有问题？还是讲你要去思考看卖啊无？安尼可能会对你造成无好的影响。等等，我是安来讲出这话，因为我本身是徛伫个权势较悬的所在。啊，所以你讲我不管我是查甫查某，我若做主管，我安尼对人讲的时阵是表示讲，我即马是权势顶头的人，在甲你讲，你少年人想清楚，伊无迄个意识。所以拄则讲一定要上课吼，还是讲安尼，咱一直讲样态是安怎处理，咱是安怎讲哦，你爱不断吼来甲伊教育。诶，问题就是安尼，因为有当时啊，你真正我坦白讲，你脱口而出，吼啊，包括比如讲，咱这个性骚扰防治法，讲唔对，性别工作平等法第13条嘛，伊要件就伊要讲的足简单，我会晓背啊。雇主你若知影的时阵，知悉啊要创啥？立即有效纠正补救这4项，干那这4项尔？啊，你就讲这简单吗？无呢，知悉像迄个，我今日讲这个个案，拢毋是要针对，还是用这个例互大家讲啦。比如讲像迄个民进党副秘书长林北万，伊讲伊是毋是知悉？其实伊是知悉啊呢，因为主任有甲伊报告，但主任佫打一句话讲，当事人无要申诉。安尼伊就认为讲，啊，当事人无要申诉，安尼算啦，准算。但是伊是要讲和谐吗？还是讲伊挑故意要食案吗？这我唔知影，我唔知影有食案无食案，这个心理。但是一般的主管嘛，足正常嘛。所以头一个知识。所以你知影这个动作，无限到当事人有要申诉，无要申诉。就算伊本人讲伊无要申诉，无代表你公司你属单位卖处理，爱处理。你甚至别人来讲。然后昨暝什么人甲我讲，迄个主管安怎，对着什么人，我看到，我影到，我听人讲到，我即摆也主管报告，你就算知悉啊。所以这个概念本身就真侪头家人应无啊。伊说你无要申诉啊。这个 case 来讲，伊若真正迄阵时，林副秘书长来找到这个受害者，来甲问讲，你是真正无爱申诉吗？啊，伊若讲对，我无爱申诉，咱。必须爱搁继续做什么代志？因为无爱申诉，无代表讲你事业单位无义务。咱法律的规定是讲，事业单位你知影知悉了，你就有启动的义务。好，譬如讲，伊就算被害人无爱申诉，所以这不是告诉那一轮哦。对啊，你我公司嘛是爱，我事业单位嘛是爱去，譬如讲我去会当进行一寡教育嘛。吼，还是讲我来调查是毋是有这件代志呐？真正有这件代志，就算被害人无爱申诉，我对行为人我嘛是会当有一定的惩罚。哦，所以唔是告诉那一轮哦。你这件代志你哪有做？后壁我相信后壁袂有遮侪案件。当初头家人买误会嘛，啊，这你都已经离职啊呢，走啊，
吼，啊是讲啊，这都毋是伫咧上班时间呢，啊，这你讲像迄导演，啊，这嘛无算阮内底人呢，吼，种种。干那一条，为着要知影讲什么叫做雇主知悉，这咱就咱讲一点钟啊。啊，所以你无搁看这几日啊，足麻烦的。所以我就讲啥呢？只好像曾律师已经处理这个代志，要处理甲变过就是安尼。因为真侪头家人，干那头一关，我是雇主吗？我爱处理吗？我的员工下班时间甲别间公司的员工，安尼嘛是处理吗？我顶头拢一寡 question mark， 就是第一色内面是直属的长官知就好吗？还是讲爱通报到公司的代表人？雇主或雇主代理人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的人都是雇主。有管理权的人，对，都有算啊。所以那伊歹势吼，去副秘书长、林副秘书长，伊所知，但是董主席唔知，啊，然后必须爱被用追究吗？伊主任知的时阵就算知悉啊啦。坦白讲，伊迄个案，主任本人知影都是知悉啊。主任甲副秘报告，迄个拢完全已经知悉啊。哈，嘿，主任就算知悉啊啦，副秘迄边个知悉再加知悉啊啦，知悉两届啊。安尼就算啊，安尼就算啊嘛吼。两摆知悉啊。是啊，是两摆知悉啊，讲实在。安尼算做两摆啊嘛。所以袂当讲我唔知影，袂当讲唔知影，袂当讲我漏接，你漏接就是挑工漏接，挑工歪接啦，对，变做你挑工歪接。系啊，啊那立即有效。吼，立即是安那？你一个知影了，你爱随委员会就要开始啊，启动。啊，而且有当时啊，申诉人甲被申诉人是毋是？被申诉人是毋是伊真正有做这个代志？你也未调查，你毋知影。但是既然人已经来申诉，表示讲伊就是不舒服，不舒服这个代志已经互伊发生啊嘛。所以你要先做一寡动作，比如讲暂时调开，吼，工课。空间调开，时间错开，还是讲这是中师下师，所以拍课绩，还是拍成绩这部分，吼，咱来甲伊撇免，吼，等等，你要做一寡动作，先将双方卖搁互伊继续发生类似情形的可能性。这个动作本身并唔是已经甲被申诉人甲伊定罪，唔是，但是有当时被申诉人会感觉讲误会啦，哎呦，啊你即摆甲我调职，你叫我卖做主管，啊就是甲处罚呢？对。啊，所以咱是安怎讲教育爱讲，因为这个过程是比较大了解，这是法律规定爱先安尼做，唔是这就是这唔是定罪，吼。啊，但是变做敢若也感觉讲，这电动我用处罚。伊是暂时性的，暂时性，因为咱法律规定2个月内底你要调查完毕嘛，吼，所以咱像讲甲因隔开啊，吼，啊业务甲分开是预防搁发生所以也未发生之前，大家应该要有这个概念哦。无若真正发生了，伊会感觉讲什么拢不对啊，你拢针对我呢？是，啊，当然申诉人，伊若申诉人甲被申诉人，若伫这个公司内底已经有受过这个教育，申诉人都会知影，因为我这个申诉，因为我申诉本身就会对对方造成不利嘛。啊，反倒当然，若对方真正调查起来是无的时阵咧，你申诉人本身公司嘛有可能处分你啊，因为你讲的毋是事实啊，所以袂使凊彩用这个物件当做吼冤冤相报的一个工具。是啊，但是这我感觉是真，咱今日第2集来。来讲这代志，就是我看了真济，大家拢定年案件啦，大家拢定年案件啦吼。但是这种死无对证，啊，这种死无对证吼，咱讨论讲，像这伊变做一个社会的一个趋势，要安怎来收煞？譬如你感觉咧，就譬如讲，真济阮这媒体圈的这个大脑，吼，还是讲真过去后德高望重的这个学者，吼。啊，写的，啊有写敢若无写，啊咱嘛唔知要安怎，啊但是对伊就感觉咱点样做记号，这个风气，我相信对伊来讲嘛无啥公平，伊嘛无来申诉，啊但是我唔是讲爆料无应该啦，但这边安怎收煞咧？我感觉你讲要叫伊停吼困难，因为咱即马大家咧讲啥物这种物件会不断咧发生，因为大家拢以大局为重。为着咱文坛的未来和谐哦，所以咱大局为重。啊，你啊，大家拢是大局为重，啊，就是大家爆料拢是10当了后哦，啊，你拢唔知证据是啥，你敢会当根据这个爆料者还是受害者伊写的经验、伊的回忆哦，甲写出来。啊，所以你讲被申诉者敢有做？无辜唔知，咱唔知，但是我的意思就讲，这个大佬
伊可能感觉做无辜，但是我感觉和规个社会应该思考一件代志，要安怎和这个代志莫搁继续发生。哦，有管理的人敢会当较检点一点嘛？哦，哎，较注意咱家己的行为。啊，像头拄仔讲的，咱其实需要教育。讲咱伫个职场，也是咱社交的范围内底，咱啥物代志莫做。哦，啊，你啊，总讲这个意识吼，也无起来的话，我想讲这种爆料啊、公审啊，袂停止啦。啊，但是上好的是有证据的时阵，当初是就应该来讲出来，把代志好好啊处理了。啊，无定真正足侪行为人，伊当初是伊是毋是调工的，但是伊毋知影伊安尼造成别人的困扰。哦，性别的意识、性骚扰的意识，这件代志爱全面来提升。全面运动哦，我想哦，是，因为这真困难吼。比如讲，我头拄也未上节目的时候，我就咧讲，咱通常咧入电梯的时阵。你先伫电梯内面，我后入去，我应该徛什么位置？我是毋是会当规个脚趾边拢对着你？吼，拢无爱面对头一个你先入来的人。我身体应该爱距离偌济？咱通常对着这种物件，咱拢无这个概念。尤其排队的时阵，咱真讨厌去中国的时阵，在排队甲你挖来小挖，吼，或者是讲我较悬，我伫这个捷运顶头。我无法度甲人客小我的时阵，我会呼吸咧，像这种物件，我感觉是应该较全面性的，吼，来公民教育来做。但是我要请教淑伦吼，恁在处理这种劳工的这个申诉案件内面，劳工的家己的意识敢有够呢？还是讲伊真正是大部分拢是？权益受到损失的时阵，但是伊对权益的概念并无这个身体意识。感觉到这种身体被侵犯，身体权被侵犯，这个部分应该是有，不然他不会走性别工作平等法嘛。伊就会去行落句话来讲，你若欠我薪水啊，你我主欠。好，伊用调职，伊用降职，用降职的时阵，伊会想讲，敢是当初是我去讲你莫甲我卡，这动作伊即马甲咱报复。所以我即马去用降职。我是安那订单，即几个订单拢无爱互我拢无业绩。是毋是顶头我拒绝你，甲我烧酒，这可能是你到后壁这时阵是你去想讲，当初是迄个代志，你甲伊牵做伙，想讲这是毋是有因果关系？大部分到这来申诉的，可能是安尼，较侪是安尼，因为你若真正不舒服，当初是你随讲的啦，随讲啊嘛，迄就是正性别，你就真正有性别意识啊。有当时因为大家想讲论嘞，也是讲即届我来讲卖啊，以后就袂啊。以后是袂啊，袂，但是无代表伊后壁袂对我做不利待遇啊。可能到不利待遇时，你才回头，搁等去找，讲这代志还阁有延期的这现象哦。是，有可能。所以有当时来申诉。我甲你骗数无够后来我搁来找别位甲你报复。各位拢是迄个台北市政府的委员嘛，其实阮工会嘛是啦，所以每一届一个个案就好，一个个案送入来案件拢一高。要调查的内容就是这么高，但是我好奇的就是讲，像这种一般来讲，也许有见证者，边仔有见证者，嘛有真济是无见证者啊，因为因若真正有这个意图，伊才会去用别人看。对，当然啦吼，像这种要安怎有证据呢？这咱有一寡撇步，然后教大家讲要安怎当作是讲来手机啊摕就紧去办呢？我想问。真侪人无这意识呢吼，撇步可能较困难，可能嘛是真的。我会当知影，再请郑律师补充啦吼。郑律师，你讲，恁讲有啥物人有啥物过去提出啥物证据，还是讲有基地安怎当举证？是，咱上法院的案件吼，譬如讲这是一个刑事的犯罪，譬如讲性骚扰罪吼，那检察官就要求较严格的证据啦，吼，这个时阵确实是爱有较直接的证据。吼，不过咱性骚扰伫个事务上本来就证据较少，吼，常常发生伫个无人看到的所在嘛，吼，所以有一寡咱叫间接证据、尴尬的证据，
譬如讲，甘蔗的证据，嘿，甘蔗譬如讲，譬如讲，你有因为这件代志啊吼，食袂落，困袂去，去看身心科，吼，啊是讲这件代志发生的时阵，你就随有甲你的朋友讲，我头下拄到一件什么代志，吼，有甲人讲这件代志，这嘛是会当，啊是讲有的人会甲咱的行为人吼，就讲你昨啊吼，你安尼忽然甲我有惊到，啊对方可能会甲你讲，哈，啊这也无啥，譬如讲安尼，哦，这就是甘心啦。嘿嘿。啊，敢有其他的这个物件会当来做一个辅证，比如讲撇位，恁咧处理这种案件，是讲你有人来甲你做咨询的时阵，你会鼓励伊讲，你都要提出啥物物件，还是讲？其实做歹鼓励啦，因为你即摆有问题来找你的时阵，其实就是无报啊，但是伊感觉足困扰，所以你做做方法是其实你会当成为就是这个截图对话的截图，这较有可能。其他我感觉总足困难的啦。咱大部分的去看啦吼，这个被害人啦吼，伊讲